關淑怡，亥時命，愛與國的修行之火。詳情唔講啦，但係我就已經揾到咧，佢係亥時出世嘅，就睇咗佢成個命盤噶啦已經。因為如果講四柱年月日時係冇噶嘛，咁時就幫佢揾咗，係最近佢嘅。咁如果你識呢啲，你都試下睇下同唔同意啊？亥時出世嘅。咁佢咧就出生於丙午之年，烈火照天。但係咧就選擇喺呢個時間出世，亥時，即係夜海之門啊！嗰一刻，太陽沉落咗深海，光唔再熾熱，而成為靈魂深處嘅一盞明燈。佢嘅一生係火同水嘅對話，以五行嚟講，水令到佢喺舞台上燃燒，照亮萬人；火令佢喺舞台上燃燒，照亮萬人；水讓佢感受眾生嘅悲喜同無常。佢唱每一個嘅音都係似火落到水中嘅閃力，溫柔而又悲傷，嚴峻而又清醒。亥時，關淑怡命裏嘅亥時，四個字，歸元之門。因為佢嘅愛從來都唔屬於凡塵嘅。佢講過，佢嘅愛人係個仔嘅爸爸，係密宗仁波切。呢個係佢前世修行嘅回聲，一場心為公，以愛為法嘅相遇。兩個靈魂超越世俗嘅界線。